请问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平西王呀贴了告示，说是今日53刻，要当众绞死前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榔。朱由榔，不是逃到缅甸去了吗？缅甸王哪里敢得罪大清的皇帝和吴三桂啊？最后还是把了他和他那些文武百官都送给了吴三桂。这要是遇到了改朝换代，这皇帝的命比我们这些老百姓还惨啊！台上跪着的那个男人，还有他旁边跪着的那个女人，你好好的看看他们，记住他们的样子，永远都不要忘记。他们是谁啊？我为什么要记住他们的样子，永远不忘？先别问为什么，听义父说，好好看看他们。这是你第一次看见他们，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了。看这孩子这么爱笑，要不朕就给他起名叫做易欢。